天空奇人，头摆，你下生出来嘅东西，一概都係灰色嘅。青菜係灰色嘅，西葱兒係灰色嘅，柚子係灰色嘅，菜呢片灰色嘅味素，有一副人家。佢條係港中人，大人細阿妹老家妹兩姊愛，唔過你只不過做阿妹嘅不平咧。阿妹，攞書掉東西啦。唔過家妹全冇做到，乜解就食唔落。自己養得遠遠改變散啊！細阿妹兒心肝肚上，冇聽錯，該答嘅冇用眼妹上嘅世界東西哦。佢日頭上，日頭準備而出發去街。細阿妹提3粒托馬豆起來，上工在路頭就有好食。細阿妹兒離開屋下，日頭行日頭走。總算游到山腳下，得到，請問用英才冇啊？用英才冇啊？離開世界，其實聽到有笑聲。細阿妹兒當上我哋讓位有笑聲咯，就撲到門街熟悉空街讓出去。原來係櫃台隊嘅青菜啦。窮人到菜園度種介幾條青菜冇窮樣誒。豆燒、白菜、紅菜頭、黃菜。芒果、橋、tomato， tomato 呢？有冇冇 tomato 呢？細阿妹吃香豆，我有，我有 tomato， 我有。你啥？你好。你有tomato啊？做得醬嘅肉麼呢？就到離開世界，神奇嘅事情就發生咯。你係細阿妹兒頭一擺讓到按到食。細阿妹養得你按高台嘅人，老托馬豆變落窩個肚，沙定有嘰里咕嚕，唔知道該釀乜解。過後窩個肚嘅肺咪變到冇窮樣咧。奇人老太窩個關起來，老公蟲打開來。唰，天燈唔定讓我有一草橋。鐵橋。很希望我妹妹養得到。冇問題。奇人款燈一同大馬桶，向天空按到世界有錢，老細阿妹兒窮下站唔下。歸路嘅前面故事切，東西做錢都冇窮樣咧。我下個菜園咪加動畫哩，咪唔係乜嘅都廢廢了。細阿妹兒對菜園度扎扎當到，
各種世界青菜，靠青菜糖伴家妹食，是嘞青菜糖家妹嘅面色，加幾醬幾好樣嘞。